国造唱水南逼出机密涉来风波，协助台湾的南韩工作人员已经和南韩政府起来了。外国媒体路透社的报道也指出讲，这南韩为着避免和中国经济制裁，去年尚无起诉3间南韩的国防厂商。咱的国防部长柯国正也表示，目前咱的检调也已经在调查了。 头一只国造江南海群号当咧赶工打造，也毋过协助的南韩国防承包商所互南韩政府查办，却被风波炭烧。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指出，南韩避免萨德防具飞弹系统的事件阁发生，和中国经济制裁，去年以违反无协法为由，起诉至少3间南韩国防承包商。国防部长柯国正17表示，会当讲干部知影这件代志。 已经进入了检调单位调查化，我们不会去再多语智慧，因为讲了任何一句话被引用了以后啊，会穿凿附会的，就是造成更大一个波浪，就没有意义的。柯国正直接讲，烦恼后手的建筑，也毋过投资者原型人一定爱通过测评，未当无尽。 针对南韩起诉国防承包商，敢是甲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去年1月将资料交予南韩有关系。柯国正表示，用药的无适当，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指出，南韩封调2间鱼雷管厂商，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，涉密无可取，影响咱国处置技术。外交部长吴钊燮讲，有损国家信用。 希望来协助我们的这些必要的国防的设施的时候，那如果接下来没有人愿意帮我们忙的话，损失的就是我们国家，损失的就是我们的国防。现在在传说，我们外交部有协助传递什么样的这些资讯，明确的表示我们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